Tayo Ira. Asa? Ay maros ko chikang numitahaw sa tapang to kitami nanam to swar no pangsa。好，我们就直接开始了哈。那我们一样，因为这个叠字的这个部分蛮好玩的哦。那这个地方跟上次的讲义有一点点的有增加一些东西嘛，那我们就一样从头看好了。好，好，那个叠字法重叠法，那类型的话有双音节跟三音节哈。这个主要是讲的说我们的词根啊，词根我们通常最多啊，我们的主语里面最多的话就是双音节嘛。那三音节的话也有，以上的话可能就很难找，比较不好找了。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音节哦。那它的这个重叠的话，就是看看使用音节去重叠的，就是重叠的方式哈。好，那意义的话，重叠的意义哦，不同的词根哦，比如我们那个词根有动词、名词，有形容词之类的嘛哈。不同的词根所叠出来的这个意义当然会不一样。那这边可以参考蓝色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在做中文翻译的时候，可以参考这个蓝色的字哦，大概先有那个概念，要知道怎么去翻它这样子哦。那重叠的方式呢，有这几个，那我们会陆陆续续讲到。我们上一次是讲到这个双音节哈，首音节重叠，这个就是这边这个重叠的方式，首音节重叠哈。好，那什么叫做首音节重叠？我们待会会继续说。首音节重叠的翻译哈，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PPT。如果是名词词根的话哈，其实我边讲，我们大概就稍微背一下这样哈。名词词根使用名词的时候，像菜呀，只要是名词衣服啊这一类的名词的，如果是首音节名词，然后使用这个首音节重叠的时候，它形成的这个中文意思会有两种，一个是主动的，就是主动的，那一个是被动的，就两个。那它是单向的单向，所谓的单向就是说我做这件事，那我就一直做这样子并没有互动那叫主动。那被动呢，那就被打嘛就是我踩菜，这个叫主动。那我被打就是我被动，就是这个意思那名词词根的话，会有这两种的翻译。动词词根的话，会多一个，会有互动的这种说法，或者是说感觉会有互动的。比如说我们互相喜欢，有没有？彼此互相生气这一类的会有互动的。所以这边讲说双向重复刚刚忘记讲那个重复。所谓的重复，我们在中文翻译里面就会讲说一直做什么，一直干嘛，有没有？一直，这就是重复就是表示这个动作是一直在重复的。好，那地点、时间定点、空间的话，如果是首音节重叠的话，它会变成一个地点，就是一个空间范围这样子这个就很简单。那数字的话，从单纯的数字1、2、3、4，这个是数字嘛，一个、两个就变成数量了就是这样的意思好，那待会呢，因为我们会做练习嘛，
所以这个待会可以自己再回头看哈。那个 LINE 里面有那个 PPT 嘛，可以自己下载，那待会也可以去参考这个。好，我们先来讲名词词根哈，单向重复的这个动作哈。这个单向重复的这个动作，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方向啦，就是说怎么去做中文翻译这样的哦。好，如果我这边呢选这个沙凳，沙凳是菜嘛哈，它是名词，所以名词词根哦。然后重复第一个子音加上这个母音啊哦，这个叫做首音节重叠哦。这个首音节重叠哦。重复第一个子音，这个沙凳的话的第一个子音就是这个 D 哈，然后重复子音加母音啊这样子哦，这叫首音节重复哦，重叠。然后念的话就是沙沙沙凳，沙沙凳，意思就是一直踩菜啊、哦，所以一直踩菜，你看它是一个单向的哦，那个菜一直被我踩哈、哦，我一直在踩菜啊，所以这个叫做单向的哈、哦，是我一直在做，我一直在做这件事这样，所以中文翻译就是一直踩菜，这个叫单向重复哈、哦，首音节重叠哦，首音节，你看这个沙凳哈、哦，两个音节嘛，双音节，沙这个是第一个音节，凳是第二个音节，沙凳，好，好，那我们来看看往下哈、哦，因为这个待会我们会做练习，所以我现在还有一点时间，你们先想一下，找一下那个名词词根哈、哦，名词词根，先想一下，那边听我这边。那构词的原理哦，因为我们待会要构词。那如果说我们前面加咪哈咪，然后单向重复，就是单向重复就是这个字，就是我们已经把它重复哈，首音节重叠，这个叫单向重复，就是这个拉凳哈。那咪拉拉凳就是一直踩菜，所以我们在句子里面哈。句子里面，我们要让它变成一个可以使用的一个，可以放在句子里面的话，我们需要在前面再加一个，就是要去构词它哦，米拉沙登，那意思就是一直踩菜。好，这个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哈，沙沙登，中文翻译也叫一直踩菜，但是它没有办法放在一个句子里面，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构词它。加前缀咪沙沙凳就是一直踩菜，好，好，再来呢，造句就是简单一点哈，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意思理解，然后使用这样子。咪沙沙凳嘎古伊罗多，咪沙沙凳后面呢加主词哈嘎古，然后在哪里呢？地点伊罗多，咪沙沙凳嘎古伊罗多，然后写中文翻译。我一直在山上采菜啊，如果我翻成我一直采菜在山上，这个好像不太顺哦。如果从中文来看的话，所以我们必须把这边拆一下哈。我一直在哪里哈？在山上采菜这样子哦。好，这个其实还蛮简单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练习哈。我们的练习方式一样，就是4个步骤。那你把那个步骤写出来就好了。这个中文呢，中文就不用写哦，把那个步骤写出来就好了。好，那然后呢要造句哈。好，我们现在来练习看看哦。4个步骤哈，中文字不用写。那但是呢，那个造句的话，翻译要写哈。造句翻译要写。好，我们线上的，我们今天有几个？看一下啊，如果请假嘛。
所以秀兰姐还没进来，那我们就只有2位了 ，Alex 跟谁？巴洛斯，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练习哈，因为我们把那个4个步骤哈，就是写在这个讯息栏这边做练习。好，巴洛斯你可以吗？今天可以做练习哈。好的。我刚刚说的没有很复杂啦，所以练习看看哦。把你所有知道的名词写上去，试试看，看看会不会有产生不同的那个感觉，或者说会不会不能用这样子哦。双音节的哈，双音节的名词啊，给还有一个双音节的名词哦。Mali， 双音节啊，玛丽啊，2个音节嘛，都。其实我们的很多词哦，我们阿美族的有些词哦，有一些是可以用，有一些感觉会很怪哦。我们就试试看，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很怪的。那我们就请 Alex 来看你的例句，请 Alex。祖嘎图画扎祖嘎米扎祖嘎米扎祖嘎古拉娃娃伊比图考上那个小孩一直在学校画图。好，谢谢 Alex。好，那所以蛮简单的哈、哦。祖嘎它是好 ，OK。我们的名词词根刚刚是没有，对不对？我这个是动词的。那苏建老师说那个附件有了，如果不知道的就应该是在最下面，对不对 ？PPT 的最下面有名词的词根哦。好，那Alex 是主干哈，那当然就是重复那个字那个 C 嘛，在主干，米在主干。那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们少了那个渣哈，那个一直就没有了，对不对？就是米主干古拉娃娃 A B 主干3，那个小孩在学校画图这样而已嘛哈，所以多了一个渣，重复子音加那个母音啊哈。就变成一直重复这个动作，一直在画。好啊，沙呀沙，你找这个数，你说你要加在哪里？我了沙awal itu pitulian，啊，我都还那你 awal itu 说多少？ pitulian，你说多少？ Mali，球，Mali 一直打球，你妈妈里嘎古一巴不大了，我一直在院子打球。哎，好，谢谢巴洛斯。好，这个也是一样哈，所以很简单哈。那名词你爱，玛丽是名词，哎，玛丽是名词哈。那重复子音加母音啊哈，玛丽，明玛丽哈。我一直在院子打球。那这个巴布达了，巴布达了，也可以讲院子了。那也可以讲屋外外面还屋外，反正是在外面了，室外的，室外的，我们也可以讲巴布达了。哦，那还有一个是相对位置哦。我们刚刚讲说那个室外嘛，哈，也巴布达了。哎呀，如果说，
我刚刚说相对位置也可以这样把不到了，像比如说我在房间啊，那我可以讲那个客厅是房间的把不到了吗？也把不到了，有没有？可是它还是室内哦，这个也可以这样说哦，就是用相对的，也把不到了那个不掉案，就是客厅嘛，所以它还是室内，所以用相对的也可以哦，所以会有3个意思哈、哦，一个是院子，院子的话都是指那个特定的啦，把不到的努鲁玛就是Ikutan rumah. 就是 Ikutan rumah. 家里的院子这样，那一个就哎是我们通常讲的那个外面，阿维古法法上面就是awak 阿维 ko 古法达 patahon 翁 apa? 来，没 Awak 有 ko 法达 patahon 翁 apa? 叫保不到。另外一个是哎用比较的，比如说我在这边啦，你保不到像其实还是在室内了，对不对？因为它是比较出来的，这样 Anu ikut saya. Ipaputan rumah anak ko matamat mana. 哎 Siya omen na. 哎，好，那我们就往下哈，因为等一下我看一下，秀兰姐有来吗？好，秀兰姐没有来，那我们就继续哈。哦，这个也是单向重复哈。不过刚刚我们讲说，名词词根的话会有2个，对不对？一个是主动的，一个是用被动的。所以这个我们就是练习被动哈。那我们来看看，我一样也是用这个沙凳。那沙凳上就是一直采菜哈。啊，努米沙凳上我一直在采菜哈。如果用被动呢，马沙凳就是那个马沙凳啊，不给沙凳就是那个菜被我采嘛，那个菜一直被我采，这样马沙凳。那如果一样呢，用首音节重复呢，沙凳这样的话，马沙凳就是菜一直被采，哦，所以菜被我采就是马沙凳啊过。如果菜一直被我采，马沙凳啊过，这样哈。好啊，这个跟刚刚一样哈。那我们一样来写哈。我们换一个词根哈，换了不要用刚刚的，再换一个哈，换一个名词，然后用这个被动的，好，被动的哦。那这个造句哦，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没有讲。马塔萨登你伊那过如果有如都这样子哈。名词来，名词也是用名词的。那这个造句哈，我来说一下。你看呢，我们刚刚但是还没造句。一样4个步骤啦， Minhan. 还一样4个步骤的乌鲁麦多词根就好。你刚 Ulumay 刚 itu atili ulumay itu atili kali. 来乌鲁麦多，我们练习看看。像这个哈，米沙沙登个古一路都，我一直在山上采菜哈，那我也可以把它加种类，就像这个，像这个马沙沙登伊那咕噜咕有没有？它有种类，刚刚的也可以加种类，米沙沙登个咕嘟噜咕一路东这样也可以。Kau harap tengok kurang 名词。那但是呢，在被动句这边哈，这个如果这个菜的种类省略的话，可能应该是没有办法省略哈，因为你看到马莎莎登尼那一路都，哎，我们给马莎莎登哎你那，所以我们都一定要，它一定要有了，有一个菜种，要有一个，对，要有一个菜种，要么就龙了，要么就是什么，一定要有。哎，但是主动的话，你看哦，主动我们刚刚讲，沙登沙扎哟。还好啊，因为那个沙凳它其实就是一个菜啦，只是说没有讲种类。那所以我们在菜可以采啊，主动的时候可以不用讲这个菜的种类是可以成立的。米沙沙登个龟肉多这样哦，那也可以加米沙沙登个过多
哆啦波尤罗多，这样也可以加。那这个被动的话就不行，不能省略哈。这个菜种一定要有。好，你来读。那我们今天都是男的呢哈。搞卡了，整个名词，所以其实哈，有一些名词可能用了可能会怪怪，我也不晓得哦。哎呀，反正我们就先写看看能不能成立了。因为其实阿美族很多这种的，有的可以，有的又不行，这样子哈。我举一个例子哈，我要干，我们礼柜是衣服吗？然后如果哪里过？拉里柜，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喂，没有听过。喂，对啊，没有听过，所以这个就很怪。很怪了。所以我们就写看哈。那你还等个个名词你来一做个嘛的嘛？哎呀，那爱古马里哎。我有这样的一个看法啦，就是说，你看哦，如果说动词在哪里哎？名词哎，喂。名词给了很多啊，玛丽。好，我现在来说哈，你看为什么李怪不行，玛丽可以？哪里管嘛？哪里管？所以那个法律你没有听过拉力怪这样的哦？喂呀，你刚刚就有讲了，我们过来拉力怪，没有？好了，其实如果说这个原则成立的话，照理来说应该都是可以的，只是说因为我们没有这样讲，几乎没有人这样讲，所以我们会认为不行。那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了。我自己也没讲过，我也没听过，但是我觉得可以，因为照这个原则嘛。我们啥里管？mana aku umur dari kuan awai 有，其实好了，但看给没海，好像有人会这样讲，我们过哪里滚是我们过哪里滚，因为那为什么umangku sari kuan 说 mantu 傻里怪是你觉得是穿是不是？对啊，那做衣服呢？man 你做衣服的一样啊。那做衣服跟穿衣服是一样，中文意思会一样吗？在 sari kuan 是你 sari kuan 是做了。对啊，那穿呢？假收啊，好，dari kuat mana gua dari kuat 离怪不是咪型名词啊。dari kuat awai matengin mana 好像离怪不是咪型名词那样。awai matengin nyara tengok aku 好，那保罗那个谁，那个 Alex 的，你写完了吗？刚写好。好，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先请 Alex 来念一下你的例句。哎，扎赖绳子，扎扎赖，马扎扎赖，
马扎扎赖尼妈妈果果龙伊乌马乌马汉在田间牛一直被爸爸牵。好，再来，再来，马再来，你想再来，蒙古格再莱，再来是那个网，你想再来，哎，再来是绳子吗？还是网？有沙粒有沙放的王，绳子哦，绳索。因为我记得那个杂赖是蜘蛛网，那其实它也是绳子哦。这个好像是秀姑峦的，是不是？格莱不是蜘蛛王吗？格莱哎，像那个杂赖，因为我刚刚一直想到那个网络哈，因为习惯了，我们都常常讲说，那这些阿拉伯带定义杂赖也嘛，就是我们在网络相见，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所以我们常常讲那个，就是拿它的那个蜘蛛网的那个中文字的网来当做那个啦网路这样子哦，杂赖。所以我们讲说我们现在使用网络上课，那个网路就是杂赖。那其实也可以用绳子哦，绳索啦。那杂赖就是被绑嘛，杂赖就是一直绑哦，杂赖，那杂赖就一直被绑。好，那杂赖你妈妈古龙也乌马汉好。诶，这个也是叠字哈。我们等一下再来看这个乌马汉哦，看看后面会不会讲到，在田间，牛一直被爸爸牵。好，就是被动哦。马扎来一直被绑还是被牵？被绑跟被牵，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吗？被绑被牵，嗯，想一下哦，被绑跟被牵一不一样？这个在，马法罗，马法罗不是在，马法罗不是在，马达罗不是在，哎，这个我因为这个秀姑峦的这个杂赖被绑，那个 Alex，我想问一下哈，为什么你会说是哦？因为我查那要个查是不是？蔡宗涵老师的网络词典，他说米杂赖是牵嘛，我想说那改成被动式就是马杂赖这样。但是我不晓得其他阿美语的绳子的讲法，可不可以请老师再讲一次？哦，没关系，像书写这边有 po 嘛，它是牵引。大罗还如果是你改呀？说蔡宗涵那边有写牵引的话，那就应该是可以啊。嗯，那就可以。那它杂赖就一直被牵，一直被牵，那这样就可以了。那像我们也都是比较习惯用那个啦，法洛斯或者萨法洛斯嘛，法洛斯，那法洛斯就被绑这样子哦。那像海岸那边的话，其实也很少用那个，像有的耆老他网路的话，哈，他就不是用杂赖，他是用那个渔网的网，沙利来称呼这个网路。所以那个李金星老师会说，嘛，这些阿拉给他一点点沙利赖这样哦，他是用沙利了，他其实也是取那个这个沙利渔网的中文字的那个网来当做网路啊。那花莲那边的修过人都会用杂赖这样子。好，至于这个李固啊，
李过不是咪型的吗？因为对了，我刚刚没有注意到，因为如果说名词词根加咪的话，咪哩过好像没有人这样说哦，所以它就不是咪型的。好，那谢谢苏贤提醒啊。那要穿衣服呢要怎么讲？我们通常讲穿衣服叫沙利过，那做衣服呢？沙利过，三啊都利过。好，这个，所以你看啊、我刚才提一下，其实还有一些小复杂哦。那没有关系啦，我们还是把那个重点拉回来哦，就是这个重叠哦，我们主要是把那个重叠弄熟就好了。那保罗，你的 OK 了吗？阿歪，好不好？想不到啊，那你随便想一个慢名词，像我刚刚讲一个李过嘛，结果它不是咪型的，所以我就弄错了这个哦。找一个可以咪型的，妈都顶你在，哎，但是我们的名词词根是无咪型的。咪哎，我给你看哦，高一号，好像如果是咪的话，哎你米福丁给它海，所以它是米福丁抓鱼嘛，马福丁就是鱼被抓嘛，对不对？沙邓，这叫米这叫嘛这叫，麻烦了。所以如果我们来随便找一个哈，玛丽，玛丽，滴哩，这个有。嘎浪马嘎嘎浪很少讲，马嘎古号很少讲，马吉浪马嘎吉浪马嘎古水，这个嘎嘎布，这个就常常讲了。这个也是有哦，所以其实有几个是很少讲的啦。那其实很少讲，会觉得很怪，可是很怪，我认为我不觉得说不能用啊，只是说因为我们只是很少讲而已。我们再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课程哦。好，那白露，虽然你没有写，我就继续往下哈。还在门外等，啊，因为对，没关系，你想不到的话也没有办法勉强哦。那我们再继续哦。我们现在是使用这个，刚刚是名词的话哈，名词词跟那个首音节重叠的话，可以有主动的，可以有被动的。那我们现在来看，如果是动词词根呢，一样哈，那个主动的有，被动的有，那它还有多一个，就是它有互动的哈，所以动词词根的话会有3个哈。我们动词词根呢，我这边就用这个，感恩。如果我用感恩是中缀，好，我们来试试看哈，没有关系，我们就用这个感恩哈，感恩的话是吃哈，那如果是变成一个动词的话哈，吃是动词啦，但是我们如果要变成一个主动动词，就是在句子里面使用的话，是使用中缀嘛，古马恩搞个短麦有没有？使用中缀。那如果我们现在不要用中缀呢，就是单纯感恩，看看可不可以呢？一样也是首音节重复哈，这个嘎
重复哦，这个个重复了加母音嘎啊，好，嘎恩就一直吃，那其实是有的哦，这个是常常讲的嘎恩。那我们使用咪呢，咪嘎恩，其实这个也是常常讲了，好，所以一直在吃哈，一直在吃咪嘎恩。那造句呢，咪嘎恩嘎过多很麦。我一直在吃饭哦，米嘎嘎恩，我一直在吃饭，好，所以这个也是一样，这个就是主动的哈。那被吃呢，我先讲一下，待会可能也会有被吃的话，就马嘎恩哦，被吃。那主动的吃呢，其实我们很少说米嘎恩哦，除非要有那个，我想一下啊，其实好像其实也是有诶，我们可以讲说米嘎恩多。米嘎恩多马安，米嘎恩多补丁，然后也可以用咪。那其实也可以用中缀哦，古马恩多补丁这样也是可以的。好，那我们就来试试看哦，选出一个动词的词根哦，选出一个动词的词根，然后一样4个步骤哦，词根，然后重复子音。哦，就是它的这个原理啊，重复子音加母音这样哦，然后再来构词，然后造句。像像我刚刚有讲到这个感恩哦，感恩可能它是中缀，那也可能是咪型的动词哦，可能都是可以的哦，就是说 OM 型或者说咪型都可以，因为像如果我们用问句啊，你刚刚吃的是什么？我们国米感恩，我们就用咪我自己习惯也是用咪。我们国米感恩呢？你说你吃的是什么？那不会说我们安古马恩呢？你说好像没有这样子哦，没有，这个还是要用咪哦，米感恩，我们国米感恩呢？大概是前后缀了。米感恩呢所吃的是什么？好，我已经给了1分钟哦，看看能不能写好。好，我们请 Alex 来念。那让学习，那，你慢后吉的嘎尔多比什么班大，的嘎尔还一直在学阿美语。好，那个那好，其实像我们在读的时候啊，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像我自己也会忘记了。其实我们阿美族语要读那个词根的时候，尽量就是平的这样，就是不要后面不要下来这样。米南南讲的好，南南，我们其实会常常讲南南，会让它下来哈。好，那重叠的话，那 nam， 好，构词米那 nam， 好，米那 nam 后，即 regard 比三路帮在，都比三路帮在好。我来想想，因为你后面这个也是构词哈 regard 还一直在学阿美语。哦，因为你的还就是这个 who 嘛，米那 nam who， 好，米那 nam who 即 regard
bisa nu bangsa。如果说我们来看那个，你的那个中文翻译啊 ，the guy 还在一直学阿美语哦，还一直在学阿美语，还一直在学阿美语，没有关系，一样哦，还在一直学阿美语哦。那个如果改成这样可以吗？这个感觉好像是从你的这个中文翻译来翻的话，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那你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为什么会使用比萨努邦在？你的原本的那个想法是什么？因为比萨诺邦照是讲阿美语嘛，比萨诺邦照就变成名词，是吗？比萨努邦在，如果我看一下哦，因为它这个，你跟我讲一个哦，比萨努邦在技术，比萨努邦在乎，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祈使句，有没有？哦，对哦，对哦，所以它哦，比萨努邦在。如果你要让他说，你要让他变成说，他学习，他说阿美语的这件事，你是不是要讲这个对对对说阿美语的这件事，对不对？对， bisa nu bangsa。三路帮在，等一下哦，三路帮在又变成动词了哦。Sanu bansahan。我下个呢，祈使句个呢。好，如果我这样说了，我先把那个，如果说从那个 Alex 的那个中文翻成主语的话，哈，Minananan 或者 Legardo 帮在韩南在哈，翻译的话就韩南在帮在。那等一下，如果说要变成你刚说的哈，我一时想不起来要用这种方式。我改成老师的例句比较好。因为呀，你到 Minanam 都帮在有没有？我们把它拆开哈，你看你的那个句子啊，就是 Minanam 或者 Legardo 都比三路帮在。可是如果我们把那个 ho 接了高这个全部盖住哈，Minanam 都比三路帮在，这个好像有点不太顺哦。那如果说 Minanam 都帮在，这样就蛮顺的，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改一下。Tungalan ko sa tiyawa le。Minanam 或者高都帮在，对啊，也还是用同样。Minanam to sa tiyaw nu bansa。如果在教努邦扎，那个邦扎就变成阿美族的话，阿美族语啊。其实这个邦扎，它可以代表阿美族语啊。邦扎，这个邦扎这个字啊，它的翻译它可以是阿美族人。阿美族人。pitulungan。哦，是吗？会吗？可是你看那个，sa tiyaw nu bansa sana ay ame族语san kami nan bansa sana只有阿美族sana waku语。它可以代表啊，因为你看比三路邦扎给说呢，有没有？比三路邦扎给说有没有？你没有听过这样吗？比三路邦扎。
对不对？所以它可以代表阿美族，然后阿美族语，还有阿美族人，这样。所以巴洛的意思是说，你觉得那个绑架是只有阿美族这样而已吗？哎呀，哦，好了，等一首。哎，anu tungalahan ku sa swalon hai, mga ay maala ku ame chui lah. 其实呀，在教努绑架是那个咩海？它有一个特定的用法了，就是比如说，就是我马萨达个英语有啥哩啊？我们给哎，小兰说啊，他教努绑架这样子。那这个呀，绑架什么阿美族语，就是它是一个代表所有的，就是我所有的文字哦，阿美族的文字所有的，我绑架喊过了，哎 mapana ako ku swali su iluso at utilis no pansah kuninan. 一哎，样的意思，阿美族的字嘛，这个是阿美族的字嘛，哎，变成这样啊。我就是要写的嘛，哎，啊，那侬我有三个从嘴巴的，他教侬绑架，你给他喊啊，绑架喊着也可以代表就是这个所有的阿美族的这个语言，这样，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很大，能给他例句呢？哎，山东帮炸，山就是说阿美族语嘛，哈，啊，哎，还山鲁班扎是说阿美族语了。对啊，如果说哈，你看哦，那如果说你说阿美族语是杂交努邦炸哈，那你来翻翻看哦，请你说阿美族语，慢被翻译了，请说阿美族语，保罗，你会不会翻？山鲁班扎汉古扎叫，那他在说阿美族语刚。慢，就是他在说阿美族语扎叫吉拉杜鲁班扎啊，有一个在教努邦扎，你少了一个在教啊，在教有啊，其他都在教努邦扎，是啊，说嘛说在教给他海，那嗯，说是在教，阿美族语是在教努邦扎，所以在教都在教努邦扎，对不对？所以说哦，绕上你呢，所以啊，没有关系的，反正我们可以用简单，反正我觉得啦，要邦扎神呢，它可以代表三个，就是看看我们怎么翻而已啦。哎，就是看当下的状况了。哎，它可以是阿美族语，然后也可以是对了，阿美族语。要看当下，就像那Matia kita mi selalu kuwawan. Mama ka sa selalu kuno pantra ya, 你看伊拉都不在教哟，结果其实没有关系，反正它代表三个哦，阿美族，然后阿美族语，还有阿美族人，有没有？所以我们会说我帮扎个库，有没有？我是阿美族人，对不对？哎呀，帮扎个库，因为在后面不会再加党少了嘛，就我对啊，是阿美族人嘛。哎，好的，没有关系，一样的给它例句是哎，什么？马都比遐对的你，哎，没有关系啊，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就是我们可以还有多一点遐对讨论。那麻烦来他厘清，哎你那哎哎，东西，看能不能更精准一点咩呀？给他。嗯，那呀，像差不多。还有一个速度。Harateng siang, haharateng 一直想，你haharateng 一直在想，你haharateng kaku cipanayan，我一直在想板奈，哎，怎么办呢？
本来你的女朋友吗？我爱哦，咪哈哈的，好，好，这个就是那个一样了，就是动词的哈，咪哈哈啦噔，咪哈哈啦噔，咪哈哈啦噔个估计把那样，好，对，这个都是可以成立的了哈。那虽然说有一些字很少讲了，像这个咪哈啊，哈啦哈噔，拉邓是很常讲了。有一些会很少讲，但是有一些很少讲的，不代表不能用，有人说呀哈拉邓耶，哈拉邓耶，故事嘛，就是要一直想嘛。你所做，对你所做的事情，你要想一想。啊，那对对对对对。好，Alex 的名单那么其实高度膨胀，对，像那个 Alex，我们刚刚所说的哦，你有理解吗？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绑架，它可以代表3个意思哦，就是阿美族语，或者阿美族人，或者是讲阿美族这个种族哦，都好，都可以去使用它。那中文翻译的话，就看看你当下想要表示的这样子。好，对，看当下的情形了啦。对对对对对。好，那我们就往下哈。一样也是动词哈，但是呢，这边一样就是刚刚是主动嘛，现在我们就用被动哈。那这个被动，我们我看哈，一样你用你刚刚的词根也可以哦。那哈拉邓这个眼睛呢？哈拉邓这个眼睛呢？那再找一个也啊，可以哈，哈拉邓可以了，哈拉邓还可以，好了，但是互相想念呢。型的咪型的，马哈哈那拉邓给马哈哈拉的邓给他啊，他都是我们嗯，互相想念。可以，所以你看哦，像这个萨拉曼哈，我们刚才好了，等嘛，我们互现在用相是萨拉曼，然后你看哦，马萨萨拉曼就一直背完嘛，哈，这个萨拉曼是咪型的，所以如果咪变妈的时候就变被动了，马萨拉曼是背完，马萨萨哎呀，拉曼就一直背完，所以不过在造句里面就会有2个意思哈，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你看第一个哈，看 PPT 这边，马萨萨拉曼努娃娃古尼阿玛丽。马萨萨拉曼努娃娃古尼亚玛丽，就是这颗球哈，古尼亚玛丽一直被小孩玩。马萨萨拉曼努娃娃，所以当我们翻成那个被动的时候哈，这个那个马萨萨拉曼后面这个是属格哈，这个你看他用努娃娃，哦，那我们来看这个又不一样哈。所以刚刚有讲说那个它会有2个，一个是互相的，那可能后面还有马萨萨拉曼、马萨萨拉曼吉他有没有变成主格哎呀，马萨萨拉曼吉他一把不大了，这样哦啊，这个也是一样，把不大就刚刚我们有讲的哦，也是这样，就是那个重叠哈，首音节重叠，把不大了。马萨萨拉玛吉他一把不大，就我们在外面互相玩哈，变互动的哈，不是我背完而已，你也背我玩，就互玩哈，互相玩。马萨萨拉玛吉他一把不大了哈，那这个也是在动词词根的时候会产生的哈，会主动、被动，还有一个是互动的这样子。好，所以我们现在来造句吧。那我们现在就写那个被动的就好了。刚刚是主动的，我们现在写被动的就好了，一样哦，一样的方式。那如果是，其实刚刚你们写的像 nanam 也是可以啊，哈拉邓被想，其实当然也是可以啊。马哈拉邓被想，马 nanam 被学习，也其实是可以的。好，一样啊，我我们就练习哦。就是保罗，你可以试用那个哈拉邓试试看啊。
一样啊。再我用八路，巴鲁，你看巴鲁，还是说八路双？打，八路一直打，嗯，八路是打架了呢。对，互相的啊。所以刚刚我们有讲嘛，你跟命，如果是动词会词变成互根的话，动了，互哎，动。对啊，刚刚也有例句嘛，我就直接写打可以比，架了嘛，哪里哎，慢对啊，这边有写啊，有没有这个就变成互动了嘛？哎，对互相的？那我们先不要写那个，我们先写那个被动的就好了，因为互相的后面还有。我以以以以以以互动这个功能，然后先写那个了，我们互动，等一下再换一个词根嘛。谁说？没来看到，看看我们能不能找出问题，然后找出问题的话，我们还可以问别人，对不对？那个问题是在哪里，怎么解决？这样，对。我们把这个练习讲完，我们就下课哦，先休息，还有3分钟嘛。像那个拔勒所突然想起来哦，哎你刚刚不是讲到那个离冠吗？哎，那你看哦，我们都会讲说新楼都几里怪，有没有？哎，所以那个几里怪是穿，对不对？对啊，啊，沙里关公呢，这个也是穿，对不对？沙利关公你也是穿啊，也是穿嘛，哈。在我们的那个所以说，意义上，就是我们的理解里面就是穿了。如果是如果是对了，沙利关都是，如果要当成做的话，一定要做加咪了。你沙里怪，你沙利其实怪就是做要穿，衣服啊，做衣服。对啊，所以我们怎么讲，就是要沙利怪就没有做的意思了，一定要加咪才有做的意思。也没有，你看哦，你沙里怪去巴罗西多拉给不多来啊，外套嘛呢，我来给不多来啊，乌来很，你沙里怪多拉有没有？还是一样啊，还是那个有穿的那个感觉啊，对不对？你沙利怪，或者是吉利怪或多，比如多莱阿里怪，有没有？哎，米萨里怪多，比如多莱阿里怪，也是也是可穿的，以啊，对啊。对呀、所以在我们的那个，我们这样啊，就是嗯，好像都是可以哈，但是做要看衣服，状况。因为哈，我们那个做啊，有一个字是可以代表嘛，伞啊，赏啊，哎，所以可能不能省略了，你伞啊，多利怪那种就是制赏啊，作衣服，不是怪，哎，对。那如所以说那你嘛剪啥不公呢？很容易剪短了，我来说啊，你们那个说你啥的怪个过，就变成这样啊，嗯、对，把好，简化嘛，没关系，简化都你们那个时候，你说的怪个过，你就在做衣服啊，哪能对啊，做？对对对对。好，我嘛简们先请化对啊，保罗，你先想你的句子哦，先请那个 Alex 来念你的例句。Alex，哎，哦，
不好意思，我刚以为你有说了。伊拉把做屠宰，把做把做鸡，啊，写错了，把做你牙药国发布，这群山猪一直被牙药屠宰，修改一下，你牙药嗯，你要说麻药还是牙药？牙药。牙药嗯，牙药麻爸爸做鸡，牙药古发灰，你要用鸡还是呢？没有你，我打错了，我用呢哦。现在在改，对，嗯，那这个哦，如果用呢的话，麻爸爸做你麻药过发发灰哈，这个是完全重叠嘛？这群山猪都拿发灰。好，我们等一下也看一下哈，就是我不知道今天可不可以上得到哈，就是这个完全重叠哈，它这个发灰整个完全重叠哈，发灰到底是什么意思哈？那这边呢是讲这个这群猪哈，这群山猪嘛，爸猪你们我要过发灰，这群山猪一直被拿药把重就是屠宰嘛，哈，杀也可以哈，屠宰了比较好听。那如果是把它变成啊，那没有这个后面再说了哈，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阻隔这个鸡哈不改的话，那就要改后面，改成那个受格哈。好，我们若斯，你有在写吗？慢了，你有在写吗？这个例子，喂，好吧，好，那没有关系哦，你先想一下。那我们现在8:03哦，我们13分回来，我们先休息一下。来。好。
好，回来了吗？阿鲁斯跟 Alex 到了吗？阿姨的锅，好的，那我们就继续啊。是好，呃，我刚刚看了一下，好像那个名词重叠这个啊，看一下，就是 Alex 写的这个发 free 有没有？它是完全重叠嘛？这个就好像那个我们常常讲那个娃娃娃娃有没有？娃娃是小孩嘛？如果我们说娃娃娃娃，它是完整重叠，完全重叠，跟你写的这个发 free 是一样的哈。发夫哎，发 free 哈，少了一个 Y，发 free，这个是嗯，这个我们应该后面会讲哈，发 free。如果是我先讲一下好了，因为这个有一点不一样。如果是娃娃娃娃的话，其实指的是说，像我们前面有讲嘛，就是泛指每一个，就是每一个小孩这样子哈。娃娃就是当然就是小孩，如果是讲娃娃娃娃，就是每个小孩这样。那中文翻译的话，这群山猪，好，法会男士的会说山猪是法会哦，那我们的山猪是可以用有点相反哦，倒过来这样没有关系啦，看看各我们的念还有读法不会汉字念，哎，我们山猪想用，然后家里面养叫法会这样，可是男士的会反过来，第六没有关系，第六利用哦，利用哎利用还有利用了，哎，利用那没有关系哈，那我们就往下了哈，我们先往下。好，这个也是一样，动词词根哈，我们也是练习一下。那这个就是刚刚那个我们有讲到了，就是那个首音节重复的话、重叠的话，会有三个，一个是主动、被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互动的。刚刚白露也有讲到嘛。那我这边用达瓦哈，白露你要开始想了，动词词根哈。我知道。好，那达瓦一样就是重复子音，然后加母音啊，好，达瓦。知道。就互相笑嘛。那这个是双向的，因为这个我们讲说这个妈哈，我们是用我们看一下哈，因为这个达瓦它本身是妈型的，所以我们使用妈的好了，找一个妈型的。那马达达瓦就是互相笑啊，互相笑。造句马达达瓦吉达，好，我们互相笑马达达瓦吉达。那这边有两句哈，Matatawa cingra ci panayan，或者是可能Matawa cingra ci panayan，Matawa cingra ci panayan，可以省略那个音哈，Matawa cingra ci panayan，啊，那是受格哈，ci panayan，那他一直在笑，把奈。那也可以说，如果是取笑，也可以用这个啦。马达达瓦金拉奇巴那样，哦，也是可以，就是去嘲笑别人哦。他一直嘲笑把奈也可以哦。那或者是我们彼此互相笑，怎么达达瓦吉达？那这个要怎么翻哦？怎么认定哦？就看看你的那个后面的，像这个马达达瓦吉达，它是后面是加主格哦。那没有，这个跟那个没有关系哈，不好意思，讲错了。我们看这个备注好了，笑这个是有双向动作，也有单向的哦。那玩呢？
其实也是有哦。那我们待会来看看我们找一个妈型的看看就是可以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出来好。让我们来写写看有没有动词？真的动词词根，这个应该我不用，因为你们都有 PPT 嘛，你找一下那个动词词根Iratu, masuk哎，ke aku. Kan betul. Tahu. 好，那请巴洛斯念你的例句吧。Palu tak, papalu huta, mapapalu 打架，mapapalu 让他一巴不到，他们在外面打架。好，巴路打，你巴路它是咪型的然后巴路打架互打巴路还是说一直打？如果是这个呢？巴路那一直打，巴路会不会是一直打架？ papalu 不打，一直打。哎，马巴巴路张大义巴不到，他们在外，他们在外面一直打。他们在外面一直打架。马巴巴路，他们在外面的马巴巴路张大义巴不到，他们一直在外面打架，对不对？因为我把那个 PPT 放到这边了，你看看那个巴路，你看看反正巴路巴路就一直打嘛，马巴巴路就一直马巴路有没有？马巴路就是被打嘛，这个一直打是米巴巴路，对啊，应该是一直打，一直打是要用咪嘛，米巴路，那个是马巴路呢，是被打呢。所以如果要这样的话，就是老师你 PPT 是哪互相放错页？互相打架，没有啦，我只是提醒那个加这个了。哎，你有没有搞混啊？巴洛斯，这个应该是一直被打，还是说互相打？哎，巴洛失踪了。有那个故。嗯，我说你会不会搞混了嘛？来，在。嗯，啊，所以你的中文翻译应该是说他们在外面互相打架了，对不对？对了，他们在外面互相打架。打架就两个人的事情了，还要互相。你没有对象怎么打架呢？man？那你看我刚就是说让你比较这个啦，因为我巴路是米巴路就是打嘛，马巴路个被打嘛，马巴巴路个一直被打，不是吗？马巴巴路在我们那边是马巴巴路，那就是他们在打架，直接翻就是他们在打架。那如果我要翻那个一直被打呢？你会怎么讲？马巴，你就是说他们一直被打，马这边要干什么了？
一直被打。哎，巴路啥？如果用这个呢？如果我们用这个呢？因为我要跟你个米萨拉曼是咪型嘛，米巴路是打嘛，打嘛巴路嘎是被打嘛，那一直被打呢，不就是马巴巴路一直被打？马巴巴路诺鲁马道张拉有没有？他们被一直被流氓打，马巴巴路诺鲁马道。来，其实也是可以啦，就是伊拉革命就是这个啦，因为它还是有那个双向的啦。打马巴巴路障碍一巴不到，就是他们在外面互相打、互打、互相打这样。所以那个，我刚刚要讲什么？我刚刚只是我只是说你要怎么翻它而已啦。哦，对啊，可是都可以翻嘛，一个是被被打嘛，那一个是互相打嘛，对不对？马巴巴路，就是你要马可以两巴巴路，我们哎，马好像不是啊巴巴路，不意思，你要让连买马巴巴路就是打架了，哎，没有什么一直啊，我不一直。奴要呢？如果我说他们一直被流氓打呢，妈这个什么了？你就使用这个就好了，马扎就给了。所以这边有两个可以使用两个啊，就是一个就是被被怎么样，那一个是互相怎么样，有没有？跟那个有双向跟单向嘛，一个是被动，如果是用咪的话，变妈的话就有被动的嘛。好，没有关系了，我们先看那个 Alex 的好了。嗯，好，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哎，助理吵架或顶嘴，嘛杂助理只咧甲阿姊有赛，咧甲人有赛互相吵架。杂助理只咧甲独行系，咧甲一直对老师顶嘴。好，主力吵架哈，顶嘴主力，对，好，那重复子音加嘛杂主力，就是互相吵架，互吵，也可以了，可以了。嘛杂主力即个甲阿是有赛哈，甲跟有赛互相吵架。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例句哈，咪杂主力就是甲了都信息。乐高一直对老师顶嘴，顶老师嘴，一直对老师顶嘴，也可以哈。好，像那个刚刚我看一下哈，我刚刚没有注意到，像 Balus 的，如果 Balus 你用那个，你看哦，巴路长大一把不大了，他们在外面互相打架，那个书写你这边写米巴路是要讲的是要哪一个？你讲的是这个吗？你是讲我不知道书写你写的这个是要说这一页的吗？还是说一直打？对啊，是这一页嘛？对，好，没有关系哈。
嗯、其实像我也好，或者是像拔论也好，其实这个就是会说主语的，在学这些原则架构的时候，很容易产生的一个疑惑哦。我也会呢，就是说，因为为什么？因为会跟我们惯用的那个习惯用语会有一些冲突，然后产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那因为跟我们的习惯用语会不一样，可是我还要讲一句话哦，其实我们在部落常讲的那些习惯用语，很多都是被省略了。因为我们在家里面学习，在部落学族语哦，那个长辈或者说我大塞诺尼亚也不会说叫你坐在那边好好听他讲，也不可能嘛。所以我们都是在生活中理解，然后讲。我认为啦，有时候会讲错了，我们会把那个错的当做是对的，因为我们都听得懂嘛。Apalagi kami tinggal tak malalao ko pi kasumuarang tawai，但是我们把它想对了，就是嘛，反正给它多来意思你了。反那个了意思，可是我们讲的是错的，他讲的可能也是错的，可是我们都知道意思，我们的回应是对的，所以那没有关系，他听懂就好了。生活好了，等于他，所以有时候会变成这样子。可是像我们这些讲义一定是经过那些耆老还有那些主语老师，他们有大概有去考虑一下，去想，应该是这样讲才对。所以我认为可以去纠正我们过去的那个有一些习惯，有没有？可以把它导正过来。所以我们会很不习惯，会怀疑啦，会怀疑人生哦。好，我们再继续往下好了。反正能够吸收多少就吸收多少。来，那反正你们有讲义嘛，你们自己再看复习一下就好了。kamu lantu，来，你们来，加油！我也是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就是如果是地点空间的所以我们待会也是选一个地点空间然后这个一样也就是那个首音节重叠的时候会变成什么然后会变成什么？就会变成一个范围，这样，会也是一个地点一个空间范围这样子。好，如果我用这个不大了，不大就是外面或者是讲院子好，一样重复呢，把不大了这个刚刚那个保罗有写嘛，把不大了就是外面或者是院子这样的好，那这个的话就3个我们待会就练习这边这3个那kumaan kumaan ka ko to hamay ipaputar kumaan ka ko to hamay ipaputar 这样有一个地点那刚刚其实那个法律的那个在那个讯息栏里面也有写到这个那个也是可以用了。那主要就是这个字，所以那个前面要用这个这个在外面地点的介系词，还ipaputar 这样，或者是我在外面吃饭那这边给你提供那个啦，地点方位多一次了那我们待会练习的方式就3个词根，然后呢就是重叠造句这样，词根重叠造句这样。而且这个直接帮你那个人直接帮你叠字了直接帮你重叠了。那这个地点方位的练习，我们就是3个步骤词根，然后重叠造句这样。，yes，
哪里呀？我们好像会不会比较习惯用后面的，对不对？后面有按的这个，哎，好像习惯用这个吼。awal kurarias ne. Ira matingin sa kurarias. 我没有听过。啊，是有我们这后面那那一句才有啊。我们试试看呢、蛮能的，我们试试看看可不可以用啊？既然有把不到了的话，为什么没有拉里亚的呢？哎，对呀、能啊，你过呀嘞。伊拉鲁马有啊，古曼嘎古都还卖伊拉鲁马，努鲁马有没有？ Lalu mak, paputal, 嘎法尔啊，这个不一样， paputal, 嘎法尔 pacal, papacal, nawa ako papacal. 也没有。地点其实好像还有很多了哦，对不对？写写看呢、看看可不可以啊？手一节重叠这样子啊、好的，这 Alex， Aí, Leal, Leal, para cá de Leal do Damina in Leal, Leal 在海上开船。好，谢谢 Alex 哦。像我们那个 Alex，像我们刚刚保罗就在产生怀疑哦，就是说，诶，没有听过拉鲁曼，有听过哈、保不大人就是户外哈、啊，一过 Radias na awa. 啊，一过了也有，对不对？ Ay, ko, 也有。然后达多古斯这边开始哈、达多古斯、卡基朗、达雷 Datukos, 莫斯、拉里亚的、萨斯拉、 kakilang, 萨斯拉ay, 有，对，萨斯拉也有。 sasra ira. 有，的风，因为现在没有景，所以也没有讲过。然后那个 Latehef， Tatapun, tatapun, tatapun sini. Sa, 好，那到底可不可以呢？你在后，所以像我先来跟那个 Alex 说哈，没有关系哈。其实像这个里亚这个，我自己也不是很有把握。那我比较可以确定的就是拉里亚人，或者是另外一个方式，利亚兰，对， liar-liaran, 这个也是有，就是这个利亚兰没有。那伊拉利亚， sarat-saratan. 伊拉利亚这个，我们先这样好了。我想这个也是给那个 Alex 哦，就是说，我们概念上哈，我们的原则上我们是先使用这个，就是说，重复子音，然后加母音巴不大了。它如果这个可以成型的话，照理来说，在原则上，其他的应该都是可以的，对不对？照理来说应该是这样子。那它会形成的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空间，一个外面哈。那我们再回头看那个，有一些可以，有一些感觉上怪怪的哦。就像刚刚这个拉里亚的这个也是怪怪的。Liar-liar. 对，那到底可不可以呢？我不是很确定的原因是，我没有这样说过了。那 Narimus, 对，没有。我还是要承认一下就是至少要有负责任嘛。我自己没有说过，
也没听过哈。Ya rengus awak matengil. 对，但是有一些是有的哈，所以我想跟 Alex 说一下。那目前哈，这个 Riyadh 你先这样写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啊，如果说有比较资深的老人家，他觉得这个是错的话，那就先听他的，这样可以吗，Alex？还可以。哦，那但是我们就先照原则来看，好因，为事实上有一些是有的，所以这边就会产生说，诶，我们还没有归纳出原因哦，为什么有一些可以，有一些不行？那个不行的原因在什么？其实我们也归纳不出来那个原因呐、所以我先这样说哈、那巴洛特，你有写你的例句吗？ Sana saya pagkatilit ako. Tao raw sa. 那我先说一下哈，顺便跟那个 Alex 说一下，这个拉鲁曼这是确定是可以的，以拉鲁曼，然后巴布达了，然后呢伊过了也是有，然后从这个达多故事就是我没有用过哈，那嘎吉朗这个也是一样，一直到那个 Rariat 那边都没有听过。拉里亚，然后萨斯拉有。Sasra 有。有，对，的凤这个我没有用过，然后 Satihef， 你提到 Satihef 这个我也有用过，所以几个，一二三四个，五个，有五个我自己也会有一些余力哦。那我想，我们就是说，就是我也不能强迫说一定要使用啊，我现在还没有很确定，只是说有这样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去，我到时候再去提问一些比较老一辈的族人哦，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那个差别啦？有一些可以，有一些不行，那个问题到底是什么？那但是呢，有一个结构在，就对，就是首音节重叠会变成什么？哦，就这个。一点空间会变成一个空间范围，把这个记起来就好了。哦，大概是这样的哈、这样可以接受吗，Alex？还来，好，还都那我们就往下哦。那如果是数字呢？数字的话，好，礼貌，礼貌是6. 对，就是本来是数字哈、一个、两个、三个，它是数数的数字哦。那如果说要变成数量呢？一样，礼貌的话就是重复子音加子音母音啊，老礼貌，老礼貌就五位哦，就是人啊、那老礼貌过萨利嘎嘎过，那如果是五支铅笔呢？保罗斯你会怎么说？ Mangkula. 我有五支铅笔，我的铅笔有五支，去5而已，就5。哎，对没有拉了，没有对，拉。如果所以要因为讲用拉的话就是人，哎，附注了。人的话就用重复那子音，就是这个哎，数字重复子音加啊，这样拉里玛啊，拉5哎。拉里玛古萨利嘎嘎 Anu 这样， 5 sa impit sa 5 里 ko 玛 impit 古音比 ako. 萨古，对，哎，反复一个， man, 反复一个， matsas to. 再多，所以我想 Matsas to. 只有 Nung 人 而已 tansaw 哈， sa ila ko la. 哎，好，那我们就练习哦。好，最后一个我们练习一下哈，这样好了，你可以想 Man, 打嘟噜古木哈古，这样对不对？ bata kalo man. Away. 哎，好，反正因为我们现在只有2位嘛，我看一下，我先确认一下哈。
那个修兰姐没有进来，对，反正就是我们2位了哈。来，还是啊？那 Alex，白老师你也写写看呢、数字的话，这个就比较简单一点。好像刚刚那个哈，我还没有讲很完整哦。我们边写，那我先随便讲一下这个，像那个 Alex 的这个，如果是巴拉嘎吉尔嘎尔多达米纳伊利亚利亚兰，这个就没什么问题了。哦，利亚利亚兰这个就完全正确了哈。那拉利亚的这个先保留哦。所以如果rengusan、liar-liaran、gila-gilangan，这个全部都是可以的哦。sera-seraan、tepu-tepunan、lehe-lehepan 都可以了。所以后面的这个我们的 PPT 这个后面的全部都是一个地点的范围哦，一个空间范围了，全部都是可以的。好，我们再回头讲这个。好，请 Alex 来念你的这个例句。はいドサダドサダドサ古娃娃你喜不喜喜？喜不老师有2个小孩。好，大萨古娃娃你媳妇姓系，还像我想一下哈，如果是我之前有讲到说那个这个人名，然后加上职称或者是关系，跟你的关系哈，比如说像如果这个媳妇是你的法 g 的话，我想问那个 Alex 哦，如果是这个媳妇是你的法 g 的话，你也要尊称她法 g 的话，那个法 g 你会放在哪里？诶，我以前听都是讲法吉媳妇啦。对啊，对，哎，在我以前有讲到吗？讲过吗？没有，不是，是我以前在台东的时候，在太原的时候听过，可是我后来看电视，就是电视上也有些人会讲媳妇法吉这样子。好，那应该是放前面，因为这个也是朱清义老师说的，就是那个什么关系哦，这个应该讲关系嘛，关系放前面，然后职务放后面。哦，好，对，所以如果医生没有媳妇一姓都是后面哦。哦，那如果说他是你的爸爸及妈妈媳妇这样，哦，好，对，会变成这样子。好，那个巴洛斯，好，请巴洛斯念你的例句。慢，你的例句啊，念一下，让大家听一下。tapi tuku kaputaku，来，我的同学有虚伪。等一下哦，哎，为什么跑掉了？哦，有了吗？PPT。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哦。好，刚刚我们讲的是那个首音节重叠了，那我们现在讲部分重叠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重叠的这个
翻译哈，就是说它的中文翻译会大概用什么样的方式哦？如果是名词词根的话，它的形成之后呢，指那个每一个，好，每一个是就是说，如果说你有3个哥哥哦，或者说兄弟姐妹，指的就是每一个哦，或者是说弟弟哈，如果重叠的话，然后沙发好，那如果是动词词根的话呢，它会变成一个行为的状态哈。我们待会会直接看那个，就往下看。我先大概念一下哦。那如果是形容词词根呢？就是指每一个状态或者是程度的改变。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哈？我们直接看哈。那我们就要记得说，如果是部分重叠的话，有3个哈，名词、动词、形容词。我们直接看好这个名词词根哈，乌玛、乌玛汉哈。所以你看哦，像刚刚Alex 写的这个发夫发 free 有没有？啊，free 也是名词嘛，所以它没有完全重叠了。我刚刚看错了，我刚以为是完全重叠，是部分重叠。所以这个是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每一个哦。所以你看哦，我们再回头看那个8点的时候 ，Alex， 你回头看8点的时候，你的那个例句，八做你爱要过发付发费哦。所以如果你要发付发费，这个就变成什么？每个就变成每个呢？哦，变每只山猪这样哦。对对对对哦，好好好，对，就是每个，每只山猪，就是还有每个，哎。所以如果说用这群的话，可能是在那个法会的前面的这个呃古拉这群古尼呃这群慢的给突然忘记，可能就是这个法会就是如果说以这个 Alex 这个例句哈，马巴巴做你几你爱要古尼法会哈。那这个鼓励就变成这一群这样子哦，就从那个前面去改。那如果是法哦，夫法会哈，嗯，如果后面变成法夫法会的话，就变成每个了。哦，好好，对对对，所以这边一样啊，利用有没有每头猪？我用头了，对了，每头了，每只也可以啊。那无方案有没有？那个白露水，你看一下，看看有没有嗯，这些字哈，你看看都应该哦，你都应该很们能合理哈。看看是不是都很合理？五马汉，对了，无方案、五方案，对，波丹、我利用、瓦光、我熬，哎，丢，维上，给让，对不对？都可以，啊啊，对不对？我这样，都没问给题了，对不对？我认为是都没问题。所以你看，像那个达古斯，达古不知道是哪里的，好像是这个是南市的，是不是？如果是海岸的，因为是达古斯这样的哦，达古慢，跳跃啊，达古斯，打故事，对，你们也有是讲，有有你们也是有，讲达古了吗？达古了还那么打故事，就是达古斯，就是那个 D 哈、那
有的群是讲打过这样子哦，这个我知道。那我们那边讲打过，打过，哎，打过 takut 低了 ，A B C D 的 D， 打过。哦，我们都是啊，你们是 takut 打过了，哦，那你们就是这个嘛？哎，在，高，我再念一遍，takut。那你跟我一样了，两个都有呢。你好像你嘴巴念的好像是跟我一样的打过。takut，几盖没有日啊。几盖，但是这个是对的哦，因为有的那个雅群他想打过了这样的，打过了，几盖，一路，果子，好，那你看一下哈，我们看一下哈，像刚刚你看了，刚刚名词的话哈，它讲每一个，如果是动词的话，就变成那个行为状态，就是我们刚前面讲的，一直在干嘛的那个，有没有？打过就一直跳，一直跑，然后呢，拉嘎也是一样，拉嘎一直走，拉嘎了，一直喊，然后哎，我说这样一直打，是 this there 这样。好，我们再看看这个形容词哦。形容词的话，明明是小嘛，小的。明明就是每个都很小，都是小的。明这样子。答案啊，这个是答案是大的，然后那个部分重叠，答案，那怎办呢？怎办？它的这个，因为那个怎办那个喉塞音，它已经省略了哈，所以它是部分重叠哦，怎办？一张，好，是这样子哦，是每一个这样子，每个都是都是。一追过来这八，现在哪一个雅群的？马我念在教，生儿的么子八都有，生儿，哎，生儿了，生儿了，这八。那我们讲那个嘛子八，主要是讲那个，嘛生儿了，好像都是可以互用诶，没有说特别要用在哪里，是互用的。然后看一下那个下面这个程度行为，这是形容词的哈。像这个我们来分别一下哈，像这个讲的是那种某个东西的状态哈，那个所谓的状态就是比较表象式的，就是我们眼前可以看得到的很表面式的，是可以分辨出来的。哦，那当重叠的时候，我们就讲说，各个都是怎么样的，这样的，就是这些东西每个都是怎么样的。那如果是一种这个行为啊，这个也不算行为，比较这个比较隐藏式的哦，也不是说隐藏，就是一种行为哦，就是属于人的一种行为，那就讲程度了哈，就是他的忧伤的程度这样子。所以这个中文翻译就讲用非常了，它其实是有加重那个程度这样。所以那个 larum 的话就 larum 这样，非常悲伤。那 lalu 哦。拉鲁就非常勤劳的，很 mak 也是一样，非常高兴的。
好，大概是这样哈。这个形容词，我们看看，待会啊，看看如果Hemak-hemak, acang-acang, 嗯，kesem-kesem. 我们也没有待会，因为时间也快到了哈。哎，那这个部分重叠是这样子啊，那这个其实还是对我来说，这个也是要稍微记一下，也不好，对我来说也不好分辨哦。但是我们想说，我看就我们下一周我们再来练习这个部分啊，这个部分重叠这个部分，那这边可以参考一下哈。回去有时间我们就先看了，先把那个理解一下，下一次会做例句练习的时候会比较好使用哈。好的，因为时间到了哈。Artinya Zagopi Sumaro no Makohao. Dahil tayo ni Zagopi nanam nomita. Aray, hanang ko kamo. Ay. Ay, mafuti ato kita.